这4大公投案内面有一个就是第3天然气接收站煞离开大潭海草礁。不过，在公投进前，政府已经提出着刷向外海的替代方案，强调讲会保护海草礁减少乡土炭来发电，而且也当兼顾着中南部的空气品质。就一寡环保团体接受这款的替代方案啊。不过，这个公投案的带头者潘忠进却认为，就算是这个做对外海气的替代方案，也是会伤害到海草礁。真爱早教联署达标，早教投同意，非核护家园。史上头一届公民团体发起的环境公投基地，像坐直升机冲过人数关卡上岸，为着避免牵线延长完工期，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原地的规划，搁向外设置离岸1.2公里，保护藻礁生态，减少中南部的空污染，应该是一个两全的价值。政府讲新方案一减二高，和一寡原本支持3接爱牵线的学者甲款团嘛改变态度。潘老师他们担心的，其实也是担心，他们并没有完整的实证的研究的数据。阮是感觉遗憾啦吼，不过阮嘛尊重啦，因为每一个团体吼，因的价值精神本来就无共嘛。一句价值精神无共，点出心内的无奈。当初的动机，即马却因为烦恼小土炭的污染，行无公路。早教永存，早教永存。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空污燃煤发电的减少，其实大概就会停滞，也许10年左右的时间。中部在南部各有一个接收站，可是北部其实是我们发展天然气的重镇，可是却没有接收站。那这个长期的运输，当然其实也会增加这个燃气的风险。像讲高雄这的新达电厂，台中的这个中火吼，而是讲云林这的麦寮电厂，所以其实这个本来要准时要除役的这个电厂，有可能就会延长伊的时间。经济部初算3接通稳定提供137亿度的发电量，差不多是一档增加5%的电，嘛是面对极端气候、供电无稳下，真好使用的能源。但是公投提案这边唔愿相信这个讲法。我较怀疑就是讲，因提出来再外推方案，那是做假啦，嘛是有可能爱过去吞海啦。咱早教可能命运真歹，真可怜啦。阮的看法吼，台湾唔是欠电啦。那阮的了解，台湾的迄个天然气嘛是有够啦，因即马都用这来哈。潘忠正表示，3接若起，未来海上风速等等是毋是会影响海草礁甲海平的生态？些人嘛讲袂准，就算讲最后表态无支持海草礁公投提案的环保团体，嘛认为解决空污甲欠电，也是爱对源头抑制用电。即摆咱的电价是全世界差不多是上少的啦。除了这再生能源以外，咱煤炭、天然气啊，是核能啊，拢是外口来的。所以其实咱电遐尔少是无合理的啦。照经济部电力供需报告来看，工业电力使用占全台超过60%，去年成长2%多，受到厂商扩厂的增加，预测到2027年，达当平均阁成长2.9%。在公投之道，各人行各路的环保团体，至少也有共识认为，政府就要提出更较积极的节电计划，袂当一直发要起电厂，互人民甲环境因素甲经济能源之间做选择。记者陈亚文、李小凯台北报道。